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日咱新闻讲到家人拿药丸，岛民众唔惊危险，伫咧翕相看起来实在足恐怖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麻药的麻，毛人读做来，这个字做动词，代表用5支手指头啊咧抓物件，嘛有微波抓意思。啊，若是讲到用鸟抓动物来食，咱一般想到的生物就是蜡药，毛人读做赖药就是鹰。其实这字算是借用字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。两个词，字是同款的，意思嘛是相像，也毋过有两款读法。头一个咱读做麻药，咱第二个词读做饲晓，拢是大正鹰的意思。嘛有人讲是烟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当年1月到4月是麻药的生产期，若是到年底，家人讲海期啊，就会当看到足侪饲晓飞甲规个半空中满满是，会当讲是家人一个特殊的观光景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有人读做麻药，有人读做饲晓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